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今天上级来检查，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我把手举起来，你们就鼓掌；我把手放下，你们就甜。你们表现得好的话，晚上吃火锅；表现不好的话，一个月不准吃哦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领导，这边请。还下家吃火锅了？还下家吃火锅了？没看到院长手都放下来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靓仔，热焖豆多少钱10块钱，？2个人呢？还免费。我太难了。想到你我就……你别笑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新员工报道，立正，稍息，站，就你这批，对，立正，稍息，站，现在开始点名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猜？我猜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猜呀！我猜什么猜？我叫你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你猜。哎呀！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滚！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滚！我滚，你滚呀！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走！我走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走！哎呦我的妈！对不起啊，叔叔。怎么说话的？把我叫年轻点。孙子！孙子！哎呦我的妈！对不起，阿姨。对不起，阿姨。你别笑。给你6块。来10块。你有1块零钱吗？ 1块。有啊。一共5块，数一下。不是，老板你没有整钱吗？没有。那你让我给你1块干嘛？真的是。
哎，我这有6块，把10块给我。哎呀，有6块不早说。来10块。站住！以后常来哟。以后常来哟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